黃毓民議員，多謝主席。據報喺一宗涉及一名中學生被控襲警案件審訊期間，裁判官批評作供嘅警務人員係不盡不實嘅證人。該名學生其後被判無罪並獲賠償訟費500元。此外，警方喺去年5月拘捕一名患有自閉症及中度智障的男子，並控以誤殺罪。該男子嘅家屬指責警方處理手法不當，包括喺冇家屬或監護人在場下，為該名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嘅人士錄取首份口供，並且提出引導性嘅問題，令到佢作出對自己不利嘅供詞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一、有何措施確保警務人員在進行刑事調查時誠實地搜集證據，以及在審訊期間誠實作供；第二，會否訂立機制對被證實不誠實作供的警務人員施加懲處？及第三，鑑於有警務人員被法官批評在刑事案件中不誠實作供，當局會否考慮向有關案件中被判無罪的人士酌情作出賠償，以補償他們因有關案件在時間、金錢和精神上蒙受的損失？如否，原因為何？